各位朋友平安。请恁咱大家小坐咧吼。咱礼拜要开始啊。伫开始进前吼，咱今日伫礼拜中会唱着一条歌，这条歌大家无真熟，吼，即时我要放这条歌的 video， 互大家听者，大家熟悉一下这样的 melody， 吼，请大家请坐。这条歌叫做《雅比斯的祈祷》，咱小等下要用华语来唱，吼，咱伫礼拜中用华语来唱，吼，咱大家来听这个旋律，较记的，咱在这个礼拜中会唱到一条雅比斯的祷告。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深愿你赐福于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邀请大家唱段。深愿你赐福于我们。我们同在，深愿你赐福于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扩张我们的境界，求你。这条歌，咱今日礼拜中专门好咧讲的祈祷的内面有一个经文。听完祈祷以后，咱要用这条歌来回应上帝的话。深愿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深愿你赐福于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深愿你赐福。患难不受艰苦，我让我们的境界，求你允我们祈求，我让我们的境界。礼拜时间已经到。我的天父，听我的上帝，我感谢你，用你
阮伫你的面前，甲主结连，来诚对主所祝福的。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深深甲你说多谢。特别伫即个，阮要原理阮家己，将一日来藏伫你的内面，愿你用你的疼，常常甲阮伫地，也用你的恩甲祝福加以阮，互阮会通伫行大所做，拢得到主你的祝福。特别在记阮伫你的面前，有你所拣选的遮兄弟姊妹，拢会当相甲自己伫即个所在。大先，愿要用本心来祝福你，毋望会通祝福你的恩伫阮的教会，也伫阮家己本人的中间。即个时阵，搁一摆要恳求上帝，你将你的疼来引带兄弟姊妹，会大先将本心摆伫你的面前，互你将你的话来想述伫众兄弟姊妹，也毋望阮伫遐将上帝的疼来祝福伫大家的内面。主啊，即个时阵，阮所其他的，就是愿意将即个祝福来想述伫阮大家的顶面，伫遐听到你的声，互众人得到祝福。主啊，罗波就将即个事交托你，愿你欢喜对头到尾，引带祝福来祝福大家。阮将即个事安尼交代你，愿主祝福阮。阮安尼感恩甲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咱要开始来行这个敬拜，请大家安静心来调敬上帝。
来啊，咱着摇花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唱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这是咱要请敬拜团用俄罗的歌来调敬上帝。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个安息日。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息日，能够得着释放，能够得着安息。主啊，我们就将我们这一个礼拜的烦恼、我们的重担、我们的压力，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愿我们在这次的礼拜里面，我们能够得着释放，我们能够得着喜乐和平安。主啊，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就交托在主你手中，愿我们能以喜乐的心，以恭敬的心来敬拜主你。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阿们。那我们一起以喜乐的心来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保障，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担当我罪责和羞辱，死里复活，我蒙救赎。你是我的一切。当我跌倒，你扶持我；当我干渴，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担当我罪责和羞辱，死里复活，我蒙救赎。你是我的一切。当我到你扶持我，当我干渴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配得大赞美。让我们能够安静心，把我们的明天交给神，让我们有信心的来唱这首歌。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知我
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转阴暗，我不知将来而忧虑，因我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当我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或遭遇困苦饥饿，那看顾麻雀的恩主，必随我时刻看顾。我前程虽经历虽祸，或快乐，或有灾难，但我主引导我路途，他宝血将我涂抹。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当我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是的，主啊，我们知道，主你知道我们都很软弱，主啊，我们常常会被环境，我们常常有许多的事情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哦，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掌管明天，主你掌管一切。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单单的来信靠主你，让我们能够勇敢的来面对一切的困难。父啊，就求主你保守我们，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有盼望，来面对一切的挑战。主啊，谢谢你，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们。其实请大家有缘起来，咱要用信息头前第12页新的界面来告别咱信仰。恁着真心、真信、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咱伫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真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
是我要请大家甲我同心压头来祈祷。主拜的弟爸，阮要感谢你，因为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感谢人生的主，你知阮灵性甲身体一切需要。求你怜悯阮，赦免阮的肉体，求你用你的圣灵来感动阮，互阮热心听主。互阮来到你的面前，带着诚恳的心来敬拜侍奉你。求主，求主，互阮有一粒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进入阮的心内，互阮得到造就甲帮助。万能的主啊，你是阮的倚靠，恳求你真光遍照社会每一个角落，互每一个人感受到你的慈爱。特别为着济面临经济生活困苦、身体不安来恳求的人，求主你怜悯因、赐福互因，救因脱离苦难。全能的天父上帝，伫阮中间有身体欠慢、有事务未顺、有心神软弱的，恳求天父的安慰甲带领，也请你施展你的大权柄，互阮减轻阮身体的肉体甲心神的负担。互阮的心内有主的平安甲喜乐的享受，甲阮三甲伫地。阮即时也要搁一届同心合意来祈求，求主眷顾祝福阮中兴教会，互每一位中兴教会的主内会友，拢也遵趁你的旨意，阮彼此相听，同心合意，做主你所欢喜阮爱做的事，互阮所兴起的教会的事工，会当利益伫人，荣耀主的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
真的是真好听，新歌推昨开始的阵都无唱了遮好听。我想今日真是有圣灵降临伫咱遮，咱所唱出来这歌哈利路亚，拢是出自圣灵的感动。这是咱要来感受上帝的话。今咱要看这段圣经，该是记载伫旧约圣经历代记上卷，咱要规第4章的第9节，要看到第10节。第台语汉字本的，请掀开433页；摕国语和合本的人，请掀开501页。但是我要用台语汉字本来念一解，请大家注意来看，我来念。雅比斯比伊的正兄弟较尊贵，伊的老母甲伊号名雅比斯，就是讲伊生伊的时，伊生伊是真艰苦。雅比斯求以色列的上帝讲：愿你真实赐福气予我，开阔我的境界。愿你的手常常甲我伫地，保庇我无拄着患难，予我无抵忧闷。上帝就赐福伊所求的。过来，我要用国语和合本来念一解。亚比斯比他的众兄弟更尊贵，他母亲给他取名叫亚比斯，意思说他生他什么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以赏赐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这是咱要请蔡长老来讲道，今日所要分享的题目：祈祷的方法一，雅比斯的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谢天，我们感谢你，今天到这么好的日子里面，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求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的领受都得到饱饱的满足。我们看到杨长老来我们这里做礼拜，主求你纪念他，为你的一辈子的忠诚，照顾他的身体，照顾他所作所为的，都是主你所喜欢的。我们为了宋妈妈，为了德恩兄的爸爸阿公，为了德恩兄的太太，在化疗做一段落结束，求主你照顾他们，求主你帮助他们。尤其今天我们有看到从泰国来的杨姐妹，求主你照顾他们。虽然有说语言上或者文化上难免不通，但是记得我们都是主内一家人。我们看到主内一家人的家人的回来是何等的高兴。求主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你的面前所做的身心灵都得着主你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先跟隔壁的打声招呼，平安，平安，用心你不要这样，你给啊完全都好像例行公事一样，平安。我们再一次我们都想，心里想，先想一想，我真的要祝福他。真的用我最心的祝福他，然后祝福完了哦，跟隔壁的讲平安。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哦，今天一进来以后，看到我们那个姚长老，姚长老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80几岁啊，这大的手术，然后你去看他的时候因为是不太能够看病了，所以我们实在是不太想去看他了。因为他会比我们紧张，我们比较健康没问题啊，他恐怕受到感染呐、但是他看到我们还是很高兴胃就高了啦可是我们就是那个心里看到他可以这么讲哇，就回来就是很高兴。我本来想说要看到他可能要很久的时间，早看到伊啊，伊讲挡袂掉，要跟人教会啊，有啲人讲摇只手嘞，今天我很高兴我们是共同的教会，在主内是一家人。昨天说练圣歌队的时候，有个杨家芳姐妹突然走过去，说好像，所以听说我们圣歌队唱的应该算好听了所以他就进来看了一下，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做礼拜。杨姐妹举个手，给我招呼一下。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他跟我们讲，他的写的那个履历里面，就是说他就很希望我们大家跟他连成一家人。我们当然希望他是我们的一家人啊，可能我们的习惯不一样，我们讲的话不一样。尤其我们刚才台语的时候，台语你应该听不懂嘛，可是可以看到字啊，慢慢学台语呀，来台湾最起码学到一种语言啊，叫做闽南语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在主内一家人，都在敬拜上帝，这个是最重要的。以后我们也有3讲讲祷告，祷告很简单嘛，祷告有什么困难？才讲到怎么选这个题目，祷告我都会啊。主耶稣基督啊，救我啊！主耶稣基督帮助我啊！这是不是祷告？是祷告啊！有时候我们祷告出了好多的书，如果你到书局的话，你会发觉到出最多书的就是祷告。祷告的方法：五指祷告法、十指祷告法、头发祷告法、头脑祷告法、四肢祷告法。其实祷告只有一件事情，跟上帝祈求。今天你很希望你的手机换成iPhone 嘛？iPhone 现在出到几呀？iPhone 是几？14是不是？黑的。你看，你们这些人啊，真的是跟不上时代啊！文总 iPhone 吃到几呀？14了哈，14嘛哈。哎呀，我爸爸是有钱，他应该帮我买 iPhone 14。我很想，我最起码我生日能够接到 iPhone 14。可是打电话，爸，给我一个 iPhone 14。你爸讲你爸都没得欠你用。可是如果你今天去跟你爸爸讲，在他旁边，爸，给我iPhone 14啊，老早准备好的家了。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啊！你跟上帝是用电话在通电话，还是到教会里面、到神的殿堂里面跟他沟通啊？今天我阿姨自己住在那里呀，她其实她很想文荣、文光跟文宁啊。你不要光打电话，文荣记住啊，偶尔去看他一下，或者说请阿姨来看一下，吃个饭，他就是高兴。我看到你们就是高兴，礼拜天看到你们就高兴。尤其今天我们本来2个礼拜没办法来的气爽的大朋友，今天又来了。我看到那我就很高兴。然后出来遇到玉娇姐就跟我讲：“你没看呢？”不是我没看呢，我太太在拿东西根本签不了啊。我不像我们林牧师一样，林牧师这样给看屌屌啊，就像那个江蕙唱的，我要给你染屌屌。亚比斯的祷告，亚比斯的祷告，当时我在想说，我们祷告第一讲要讲什么？讲亚比斯，有人认为说，这个亚比斯已经变成商业化了啦。魏可生牧师在民国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出版的一本书，叫做《亚比斯的祷告》，非常的轰动哦。那销路非常的好，一版再一版，一版再一版啊。之后他的太太又出版了一本，叫做姐妹版的《亚比斯的祷告》，又是畅销。畅销完以后，轮到他的儿子出版了一版青少年的祷告，又非常畅销。他的儿子趁机会又出了一版儿童版的《亚比斯祷告》。所以这些生意人的眼光很厉害，就像那个圣诞节一样。圣诞节不是基督徒都在庆祝圣诞节，做什么？买礼物啊！所以就是有亚比斯的围巾啊，亚比斯的什么茶杯，亚比斯的什么什么，变成一个亚比斯现象。做这个魏牧师里面又亚比斯咸丰里面又出了好多的东西呀！不管是任何的东西呀，文字的好多的商品，就像我们每个到风景区一样，到风景区都是什么？买特产呐、我们到泰国还不是买特产，尤其泰国的榴莲不能带上飞机耶。我太太有去泰国说，她要带上飞机，包了好几层啊。奇怪的，榴莲那种东西包的再多都没有用，就是味道就会传出来，很奇怪，这种什么树啊？那个榴莲那么好吃啊，就是不能带回来。来，台湾有没有卖？有啊，贵的要死啊！人家新加坡那个小的榴莲1颗1块美金呐、现在涨价了、啊。我看我们那个保鲜纸要多，现在多少钱？3块的哦。你不是啦，那个美金呢？那小的那颗的，
哦，猫山王当然比较贵啊，就是那个小小的一颗。我跟我太太都假装去吃饭，吃到一半，我太太就溜了去做什么？去路边，他们卖那个榴莲都在路边卖。然后卖完以后就一颗就坐在路边，我们两个反正也没有人知道嘛。万一人家问我们是哪个教会，我们就说太平间教会就好了。哇，然后在那边吃榴莲呢，每天都吃得好高兴。他有一天说我们带去旅馆，吃的这是做宵夜，包又再包，在柜台就被拦下来了啊！奇怪，那个味道怎么那么重？但是好吃不好吃？好吃啊！所以因为好，所以就开始有一些商品啊。所以亚比斯又跟人家那魏可之牧师又出了好多版的书，都非常畅销。可是大家认为说，这个变成商品化了。所以亚比斯现象在2000年，经过20年以后，大家不太敢提耶，因为认为说亚比斯啊是商业化。亚比斯已经商业化，亚比斯是好像是在卖东西的感觉。亚比斯本来是痛苦的，变成好像十字架一样，变成一种荣耀，所以大家不太敢提亚比斯。他说的因为太个人化，他是一个成功神学。可是我第一讲就讲亚比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就是真的，亚比斯的祷告是我们的祷告，是真诚的祷告。我问各位一件事情，你的祷告是真的吗？我们礼拜五有在祷告，我真的鼓励会友说，真的你如果不方便，因为你上班可能有一些事情你没办法来，但是能够来的话尽量来。因为我们除了祷告以后，我们可能会慢慢把祷告的内容慢慢充实，然后之后我们还有查经。那叶长老的查经准备很多呢，我觉得很可惜耶。那个真的是比所有你所看到的查经都好。那么你的祷告是否是专注的祷告啊？我们有时候祷告今天祷告上帝啊，我的祷告你都知道，所以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我的祷告跟昨天都一样，阿们。上帝可能一听说，好了，你就祷告好了，你把我看成什么？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在专注的祷告？真的是认真的祷告。我们这次从那个世界足球对我们发觉到说，他们慢慢学习到那种认真的祷告。认真的祷告不是求成果，而是你的态度。我们有没有专注的祷告的态度？神成不成在神，但是祷告在我们。可能今天杨姊妹是从泰国过来，有很多的不适应，但是有没有真诚的祷告？你有没有找你的家人？这些都是你的家人，可能你名字都忘记，我也没办法记得每个人的名字，但都是我的家人。每个人都是你的家人，在这里没有分大小。唯一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最大，其他没有更大的。你的祷告是否是有一个很深的属灵渴望？什么叫属灵渴望？你的祷告是不是能够真的是属灵，能够跟上帝沟通啊？而不是说应付一下，我早上我要去上班，上帝啊，我要去上班了，求你照顾我今天一切都很顺利。如果不顺利的话，是上帝你的错，不是我的错。上帝好累哦，每天要帮你们排解那么多困难。我们祷告是一个很属灵的渴望，我完全依靠上帝，是好是坏都是上帝你的旨意。你是否是勇敢的祈求？今天我们祷告这个是一个重点呢。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祷告的心虚耶。他说好像这个不能祷告，不能祷告我赚钱呢。今天我刚好开这个公司好像不能祷告祷告说我这个公司赚钱。圣经里面好像牧师跟我们教导说不能赚钱。圣经哪一节说不能赚钱？真正实是告诉你说，基督徒所赚的钱是什么？有大富足，不带忧愁。这些你们赚钱是做什么？是神的用途，是神，你赚的钱是神的，你的生命整个都是神的。你们应该在工作岗位上是拼命赚钱，但是别忘记，应该纪念主日，应该崇拜上帝的时候，就是崇拜上帝。这个是本来一点冲突都没有。你是否渴望那个丰富？什么叫丰富？生命的丰富，包括钱财的丰富、家庭的丰富、各种事业的丰富。那么我们刚才念的圣经里面是历代志4章9到10节，历代志我想很少人去念。昨天那个礼拜五在祷告会，那个叶长老还跟我们讲说他念利未记。说真的，我们也很少人去念利未记，除了要当牧者以外，
因为这些都讲什么？讲封地的事情，讲家谱的事情。那个历代志里面有9章专门在讲家谱，其他就讲家族。利未记里面所讲的，如果你念第4章的时候，你念第1节到第8节，讲的是什么？谁生谁，谁生谁，讲了一堆堆家谱啊。突然跑到一个第9节，第9节开始讲亚比斯，第4节也讲亚比斯的祷告，第9节讲亚比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就是我们的圣经。当那个魏肯斯牧师看到这个，他觉得很感动，然后他开始去做。可是一个人的成功，我相信魏牧师不是为了赚钱而去出版这本书，他希望大家能够真的体会到上帝专注的祷告。可是因为只要我们全世界的人只要一提到钱，就是认为不对。我记得敬拜赞美团尤志廷，当时都不是牧师哦，只有那个尤志廷小姐去龙田教会。为什么我对龙田教会蛮有感情？因为龙田教会是我88的第1间教会，第1间去那边侍奉的教会，第2间是国购教，第2间是古林，第3间才是国购教会。去龙田教会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外面那个他们有一个布道团，其中一个是新农医院的医生的太太。那这个歌出版没多久，他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就在分享这件事情。他们在那边看到白鹭鸶这样飞上来，他们就做了一首歌，个苍中的北灵溪，他们称为是台湾的国歌，台湾的圣诗里面的，等于国歌一样，美不美？很美啊！那为了这个样子，现在是敬拜赞美团的赞美之泉，有没有赚钱？赚了很多钱。人家开始批判他，为了赚钱，为了赚钱。尤志廷现在已经也念完神学院，也封牧了。我不知道他没念神学院，他反正封为牧师。他只讲一件事情：我要的这些钱，我希望能够一直留存下来，一直做上帝的事工，一直做敬拜赞美的事工。如果你赚钱是为了上帝的事工，我觉得上帝应该给你加倍的钱才对。可是我们每次看到人家赚钱，心理上就不舒服。那所以有的牧师认为他应该要加薪，虽然他会有越来越少，可能应该加薪，因为做工得的工价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每一分每一毛钱，我希望你赚很多，但是你要将你的钱用你的心力甘心乐意的奉献给上帝，就是我们前几个礼拜所讲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全心专注啊。耶比斯祷告给我们是什么？祷告要专注，全神的专注啊，这样你会把你的苦难翻转来。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我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上市公司的大老板，不管你是个小学生，不管你是个在学的学生，你这辈子没有遇到苦难，你告诉我，我这辈子都没有苦难，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上帝一辈子照顾我。我一定跟你讲一句话，这个上帝不公平。如果上帝给你一辈子支持顺顺利利，别人会遭遇苦难，这个上帝一点都不公平。苦难的背后是恩典，上帝给我们苦难是一直在磨练我们，让我们更坚强。然后你自讨的苦难，你自己受罪，你不要说上帝，我现在犯罪了，我有苦难，上帝你要帮我。你自己犯罪，自己去认罪承受，上帝会给你苦难呢。你不要说从泰国来我一帆风顺，没有这种上帝耶。除非你自己拜个心安。上帝给我们的苦难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看我们的亚比斯，从第4节，从第4章，从第1节到第8节都讲，一直讲那个家谱。家谱为什么重要？我们的信仰是传承的，所以你经常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我们现在有时候慢慢已经自主化了，说我有我的独立人格，你父母不能管我，你每天叫我去做礼拜，这是我的自由。世界上的自由很多，可是有一种自由，你是没办法自由的，敬拜上帝。守安息日，你没得自由。不要讲的那么多的自由，那个不叫自由，你那个叫做懒惰。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
那个亚比斯，他的家族为什么没有记载？可见他的爸爸、他的阿公里面是名不经传的人。我当然不是名不经传的。你要找我的话，一打上去，可能各位看到的都是负面新闻，因为我从来不贴标，我从来不撕标签。我一天到晚在贴标签，但是我不把它撕下来。为什么要撕呢？你说我不好就是不好啊，只要上帝觉得我好比较重要。是上帝觉得我好跟不好，而不是你们这些世上的人觉得我好跟不好。每次我被贴标签，我就知道说我准备升官了，因为心里有被贴标签。亚比斯这个家境是不好的家境哎，他的爸爸没有名哎，他的妈妈没有名哎，他的祖父、他的历代都不出名，他家不是个富有的家庭哎，甚至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很快乐哦，难产呢，痛苦的要命哎。我太太生我老大是生3天3夜，我老大当然不知道，但是应该记得，他妈妈生他是3天3夜。3天3夜而已，很简单了，不要忘记了，还背一个大篮球，里面灌一大堆的水，背了4个月，其实应该是9个月了哈。我们这古代算的是4个月，所以有人前面去法国当海岛，为什么？因为背了4个月嘛，那是骨肉，那只要他身上受伤，你心里会很痛哎。今天不要忘记，我们看到前面那个大帅哥，你不要忘记，你比你妈妈更大，但是你在妈妈你眼中你还是小孩子，心疼的肉。他那个整个的人里面，他虽然是个不得志的人，虽然是个痛苦的人，虽然是个很卑微的家庭，但是他什么？他很敢祷告，他很专注的祷告，他相信上帝会跟他克服这些困难。他将他一切的苦难都交托给上帝，然后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所以有人说，不能用亚比斯的祷告，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好像是成功神学，因为最后上帝讲说，上帝应允他的祈求。亚比斯的祷告说，我的祷告都是祷告，上帝应该祝福他，上帝应该扩张他的境界，上帝应该给不能给他遭受任何苦难。上帝对他的，怎么这么好的事情？奇怪。就是这么好的事情啊，为什么你不敢祷告呢？各位可觉得有点迷惑，祷告不是应该祷告很崇圣的吗？哦，主啊，我1个礼拜禁食2次啊，我都是1/10奉献啊，这样祷告，人家才会得到你的认同。而且礼拜天到的时候一定要脸还肌瘦，因为我在禁食，走路要很慢，因为我好累。我这礼拜6整个礼拜6都在祷告，我的膝头那个膝头很重，所以走路都这样走，人家才觉得我信仰很好。人家觉得你信仰很好不重要嘿，上帝觉得你信仰好不好才重要。上帝觉得你的信仰好不好，这个才是重要的。我们要勇敢的祈求。第二个是大家最诟病，但是我觉得最应该讲的是什么？勇敢祈求，大大张口。各位来念一次，不要忘，来，勇敢祈求，大大张口。你为什么不敢这样祷告呢？我们每次祷告都好像很心虚，在上帝面前装得很虔诚、很谦卑。亚比斯的祷告是什么？勇敢祈求，大大张口。圣灵，你赐福给我们，让我扩张我的境界。求主你常与我同在，让我不遭遇患难，不受艰苦。哎呦，都讲好的这个好像不对。我们祷告是不是应该谦虚上帝啊？我受到苦难是应该的，因为我是个罪人，我都不对啊。可是你知道，我为了你，我都一直在禁食啊，我都真的非常的虔诚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大大张口，你要勇敢的去祈求。不要忘记成不成在上帝老约翰告诉我们什么？只要奉主旨意的求，他必成全。这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那个雅各书第1章第6节怎么讲？你要有信心的祈求第8节讲说不要3心2意
第4章第3节告诉我们什么？不要妄求，卖欧北求啦。其实你嘛心内知 ，iPhone 14已经最高了。你讲 iPhone 14无好，我的郭台铭机听讲伊买哦，因太太迄机听讲是21万，内面拢加旋钮。加旋钮干嘛遐贵啊？21万手机敢会骗？迄个 Nokia 迄个阳春手机较好用哈，考对了敢会较好用？对，较好用。若摕阮太太吼，伊感觉 Nokia 手机绝对便宜机21万较好用。你敢若旋钮出去都要惊死，毋知胖伊袂？我迄支 Nokia 手机若甲断掉，拢袂感觉。啊，若迄支，若你要是有一只手机是21万的哦，你不觉得带出去就是一种痛苦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做？要勇敢祈求，大大张口祈求什么？所以你赐福给我，大家不敢明讲啊，心里都讲说：上帝，你要赐福给我。现在要大大张口，上帝，请你赐福给我。大家来讲，来，上帝，请你大大赐福给我。来，大大，请你大大赐福给我，在神的面前讲啊。再一次来，大大，请你赐福给我，大大，请你赐福给我。上帝听你的祈求是从你的心里，大大赐福给你。你说这个祷告好像有点心虚，做礼拜有什么好心虚？成不成在上帝耶，不是在你嘛？难道你不能求吗？今天我爸爸已经领到年终奖金了，我跟我爸爸讲说：“爸爸，我要换 iPhone 14。”可能爸爸心理上没有这个打算，可是你可以求啊。成不成是爸爸给你的啊，有什么好不好意思？有什么好害羞的？所以你们要记得，上帝是祝福的源头，你都不向祝福的源头讲，都不向祝福的源头祈求，你还祈求什么？是向人祈求，让人认为你很虔诚吗？说我不敢这样祈求，祈求人家会认为我很虚伪。那有什么叫虚伪？我在这里讲台讲，我希望上帝赐福给我，没有赐福给我都没关系，赐福给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赐福给我的下一代，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祈求。不要害怕，大大张口啊！保罗说，我一直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你为何不求呢？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不晓得谁一直教到最后都不敢求了。我们都要很神圣，我们都要很有信仰，为什么不敢求？你就要大大张口，大大祈求有什么好不敢的？成不成在上帝，可是你连开口都没开口，你爸爸怎么知道你要iPhone 14？你都不开口，可能爸爸跟你讲，现在今年这个不方便，以后我再赚多少钱，我再买给你，那也没关系呀。可是你连开口都不开口，你爸爸知不知道？是知道了，但问题就是看你嘛。你都不讲啊，你不讲就算了，你不讲也就算了。所以不要忘记，上帝最大的祝福要我们什么？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所以你求的是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个跟你的大大张口是一点冲突都没有。第二个什么？常与我同在，这是一个很神圣的触摸。你希望上帝跟你同在吗？你们当然是想啊。问题是不要忘记哈，上帝站前面哈，你是站后面。你不要说上帝啊，我要去做什么事情啊，跟我走。上帝你在后面当我的盾牌，我去打仗，你就在后面帮助我。上帝就说你去打好了，打了老半局就输了啊。今天我们看这个礼拜查经就查那个，等一下我们应该查一样嘛哈。等一下我们查经也是查耶利哥城跟那个爱城的故事啊。耶利哥城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只要靠神而已啊，不是靠人的。那么大的城墙，人有没有去打？没有谁去打？上帝在打。那边绕，像疯子一样绕，这个怎么可能会赢？就绕，上帝就要进入埃及地，就要叫你建立信心，就是叫你要大大张口，你要信心，大大张口，勇敢祈求。然后第三件事情更重要的，你不要说我求了以后上帝一定应许，上帝看他的旨意耶。你们世界自由队已经进入 A 级了耶，每一场都是应战。每一场都比以前那两个那个挑战组跟那个 B 组啊更应战。
你们对只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大张口，勇敢祈求，成不成在上帝，上帝会看。只有你们每一个人同心合意，上帝必有所成。所以不要在这一个神圣的触摸。我们要知道，保罗先生说，我们跟上帝一同受苦，所以上帝，我们跟他一同祈求，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盗贼都可以祈求，为什么我们不能祈求呢？所以要记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调频跟对焦。调频你们可能都不太有印象哦，因为我们小时候是听那个radio听得懂吗 ？radio 就是收音机，小时候所听的就是收音机。哦，那个收音机的时候都讲那个收音机哦，那个讲收音机真的是腔调要很厉害呢。为公偷情啊，为那刷一堆目屎的倒规堆啊，吼！金光闪闪，水气千条啊，开始修头。那时候他整个的声调，你们跟上帝祈求，没都是这样啊，无啦，就是那个都很懒散啊，没有像那个广播就要靠那个声音，那个就是一个表演呐、你们跟上帝祈求都是好点戏剧。上帝，我现在公司遇到问题，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上帝就麻烦你一下吧。上帝说：“你对我都没信心啊，再来一次。”上帝，这样好了啦，我知道你是万能的，但是我希望还是能够成就，你还是没信心啊。上帝，我就遇到困难，我一定努力去做，但是我相信上帝，我顺从您的带领，会不会成就？成就。所以我们要对调频呢，频率要对准上帝耶。而不是那些神明呢，去恩主公拜一拜，去对准了。我们要调频呢，各位弟兄姐妹们记得啊，要调频呐，频率要对准呐，然后什么要对焦啊，焦点是哪里？是上帝耶，焦点不是你耶，你不是主耶，主是谁？是上帝耶 ，Only One 是上帝啊。你说你不是讲耶稣吗？不是讲圣灵吗？那本来就三位一体嘛。没有错，都没有错，对焦就是上帝，所以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不是手段，而是他的目的。第三个，保佑我不遭患难，不遇艰难，永保长夜平安。你觉得这个祈求有点过分哦。这辈子谁没有患难？可是我们就是这样祈求。我说我们怎么主导文告诉我们什么？不要叫我们遭遇患难嘛，不要叫我们遇到凶恶嘛，卖完多丢派。上帝都叫你这样祈求，可是你就是不敢嘛。那你会不会遭到苦难？还是会，可是那个苦难上帝会帮你呀。不要遭遇患难呐，不是叫我们凭着试探，而是叫我们脱离那个凶恶啊。最后一个扩张境界是种迈向荣耀，我们都不太敢这件事情。我们要为主活得宽广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讲很多，但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立即行动。今天我相信杨姐妹会到台湾来，她为的是扩张她的境界。我说你在泰国就好了，为什么到台湾看不同的视野？你的人生的视野不像我就局限在这里，我毕业后我就做这个事情而已，扩张你的境界。今天我们的明贤兄。他可能要扩张，可能到国外去扩张。相信上帝，跟上帝在一起，你就大大张口啊！上帝跟着上帝去打仗，有什么好怕的？我们要活在当下，我们要扩张我们的境界啊！不要为明天而忧虑啊，因为明天就够了啊。所以主导文也告诉什么？日的饮食给我们啊，一天的辛劳一天够了啦。当然，上帝会给你更多了。所以你要记住。当命运交给你一颗酸柠檬，你要想办法把它变成什么？一杯很好喝的柠檬汁。你加上蜂蜜嘛，蜂蜜在谁的手上？在上帝的手上。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向前。尤其这句话，请你们要记住：没有伞的小孩，你只能做什么事情？拼命往前跑啊！你不要没有伞就在那边你这上帝，你对我不公平啊！上帝是有叫你跑啊，没有本来就有给你脚啊，只是你不跑啊。
所以像一个越战的经验，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可能会讲太多哦。越战的关系，我们有看到一个越战的军人，他坐个轮椅，大家就在看说他能不能祈求上帝给他说让他的脚好就能够站起来，大家就喜欢看神迹。结果他祷告说：上帝，求你让我能够适应我的残障的生活，让我虽然没有脚，仍然能够安然的为你做见证。所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每个弟兄姐妹们记住哈，放长你的绳子，不要自满。这支球队已经挑战组第1名，要不要自满？不能自满，没有自满的，我们说真的没有自满的资格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以后我们再来讲。所以上帝给他一个结果是什么？上帝应允他所求的。如果你能够这样专注的祷告，有信心的祷告，上帝会应允你的祈求。那么时间可能不好意思，可能我耽误几分钟，要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因为我一直觉得故事对我来讲心理上激动很大。一个小孩子叫杨小妹，从小是个弃儿，所以就到那个天主教那个神父修女就把她收养。收养的时候脸上是蓝色的，所以心脏有问题，但是身体一直营养不好，可是很乖。修女也很疼他，头脑很聪明，考试从来都是第1名，学校老师也非常疼他。因为修女都叫他祷告，所以他8岁。医生说他活不过6岁，他长到8岁去念书。他上课有一个特色，他每次上数学课，他就在那边祷告：主啊，求你让这个数学老师每天过得很快乐，让他上课也很快乐。第一次他都觉得说好像神经病一样，可是他这个人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呐。所以旁边的学生也觉得好玩，就跟着他讲啊，乔主让你数学老师很快乐。那个老师提前来，看到外面都一堆小朋友说让老师上课很快乐，回家也很快乐，所以那个老师，怎么这种班级就进来也跟着学生祷告，让我上课也很快乐。所以每个老师上他们的课都非常快乐，非常快乐。突然有一天昏倒了，为什么？血癌，我爸爸就是血癌哈，血癌要放骨髓，对不对？哇，就送到医院去。就医生有跟他找到配对的血癌，哇！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学校开始募款，村庄的人开始募款，因为他这个小孩子非常的乖巧，虽然是弃儿，非常的乖。那个整个修道院的人都帮他在募款，整个的那个修女神父都每天都为他在祷告。然后他在医院里面，他就做一件事情了。他在医院里面他说我怎么去祷告呢？他就坐着轮椅，他每次就到叫手术房，各位如果到手术房就会知道手术房都是进去之后，外面不是坐一排的家属吗？都有电视在跟你放谁手术怎么样，手术怎么样。那个他每次到手术房就坐在那个轮椅里面，他说我们来祷告。现在就看那个电视，现在是蔡崇义手术中啊，主啊，求你照顾医生伯伯，照顾那个护理师阿姨呀，让他们手术很顺利啊，让他很快的康复。每个病人本来都很紧张，他听他祷告就跟着他一起祷告，就一直祷告，一直念完以后，他就会跳，再跳到第2个某某某，那个某某某，那个张三理事在祷告啊，求你照顾什么。他每天就坐着轮椅在那边祷告，他旁边的一堆没有信主的人也是跟他一起祷告求主你照顾他啦，让手术顺利，求主照顾。最后连那个医生因为医生是手术有时候会出来嘛，一批一批进去嘛。医生看到这个祷告，我觉得很好玩呢。所以医生进去里面要祷告之前，就学着他们在那边祷告，让我们求主耶稣让我们今天的手术非常顺利让我们手术能够成功每个医生都希望他手术成功结果他们医生就出来。每个人那个医生出来做见证没有信主出来做见证说奇怪，这段时间手术都很顺利耶，
以前都还要手术了，老半天。这段时间手术很顺利，所以这个每一天就是推个轮椅在那边祷告，那奉献的金钱也很多。他知道说他那个杨小妹的手术要很多的钱，轮到他了。医生说手术看看，可是手术成功机会不大。杨小妹是笑着头，你们要帮我祷告哦，我明天都帮你祷告。杨小妹进去。不到20分钟，医生就出来。怎么了？不是血癌的问题，心脏根本就是大问题，心脏已经支撑不了。手术到一半，走了，走了。我们都有祷告呢。修女笑一笑，拿出来一封信。亲爱的各位伯伯叔叔们，这几天天主都有跟我来讲话。我知道我的生命快去跟上帝在一起，我好高兴。其实我很痛苦我很累呢。可是我想到能够去跟上帝在一起，我都好高兴。本来伯伯叔叔们要跟我手术，我跟他讲说不要手术了啦，因为我要去上帝那里的。可是我又怕伤到他们的心，所以我让他们手术。我一麻醉，我就知道我一麻醉我就会走了。所以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就是我走了。那个修女一边念一边哭，下面的人也在哭。你们的祷告真的是成功了，好美丽的祷告。我祷告上帝让我能够去见他，我真的是见到上帝了。你们捐给我好多钱，谢谢你们。我隔壁的杨小弟手术刚好缺一笔钱，旁边的妹妹也缺一笔钱，这些钱我算一算刚好够呢。谢谢你们，他们就可以手术了。我们现在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心理上会有负担。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敢大大张口啊，神会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我们来唱一首歌，亚比斯的祷告。大大张口，不要怕。神愿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大声的。神愿你赐福于我们，不受患难，不受艰苦。神愿你赐福于我们，来，常与我们同在。神愿你赐福于我们，大声一点，怕。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来，扩张我们的境界，求你与我们祈求，扩张我们的境界，主啊，求你与我们祈求。再一次，来，大家站起来。愿你赐福于我们，用我们的心大大张口怕，常与我们同在。神愿你赐福于我们，不受患难，不受艰苦。再一次，我们用我们的心来。神愿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神愿你赐福于我们，勇敢的祈求来，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扩张我们
们常同在，求你扩张我们的境界，求你赐福于我们，因为我们完全是子你的子民，我们有信心的祈求，主在前面，我们跟随你走，我们必将得胜。这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时咱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咱请书献。请咱起立来唱奉献的诗。真侪，这时咱要请大家起立，咱要唱上行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上行线，咱要请林牧师来为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独生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大家三个伫地，愿永久伫伊的心，拢总得到上帝极大恩典的祝福，对即时起到世代无尽。阿门。真侪，这是要来报告。报告大新，我也是要有缘介绍咱今我在所在，咱要先来欢迎咱的校长导。一届人登来咱个教会，真的是我今天看到对教会渴望、对教会礼拜渴望的长者，那校长导都来这个教会，咱来讲。
那一样的，实际上昨天晚上我们圣歌队在练歌的时候，我刚才遇到一个姐妹，是从泰国来的杨姐妹，我们请她讲，欢迎她。伊人来到教会就人讲，伊是伫高雄读书，是高雄读书嘛吼。然后这2-3个月来台北实习，实际上平时拜6礼拜，伊拢爱去实习。拄好今日甲昨伊休困，休困的阵，伊有伊想要做的代志是，我要紧来找教会，因为我要来礼拜。听到这话的阵，我大家反省，我逐礼拜拢会当来教会的人，我是不是像伊相共，这么渴望来到教会？那我们再次也欢迎你，有机会来到台北阵，刚才头拄蔡长老讲的，中英教会伫台北这个所在，就是你的家，在座的所有人都是你的亲友。虽然你从国外过来到这边，我们再次欢迎你。有机会我们就来到中心教会。好，谢谢。这是我来报告吼。那今天拄好咱是咱教会设教43周年，咱先感谢上帝恩典，伊陪伴祝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伊身上，互咱会当常常有感恩的心，尽心一力伫主的事工内面来尽咱的力量。那今日礼拜后吼，有小组的分享。那今日要分享的是新眼光的读经，咱要读约书亚第5章第13节到10到15节。那下面的公祷事项吼，也希望大家在小组的时候来为这事项来代祷。然后今日的那个妇女及夫妻团契吼的聚会内容是诗歌的分享，那也欢迎那个会友一起来参与。然后再来就是下主日吼，就4月30号的礼拜后吼，我们在4楼会召开定期长执会，也希望长执准时出席。那会友假如是有任何的提案的话，可以向那个当月的那个长执来提出。那这时候我们请叶长老就说来针对我们今天等一下在小组里面会读到的一些圣经节的这边来做一个分享。请大家这平安。咱上个礼拜读的就是《约书亚记》哈，《约书亚记》第5章到第10章的那个地方哈。第5章伊在讲的就是讲耶和华的使者成为一个元帅了，成为元帅让约书亚看到，约书亚就匍匐在他面前，他说：“你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盟友啊？”那个天使说，那个使者说：“我不是，我都不是，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上个礼拜我也讲，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第一句话哈，出埃及说满了410年出埃及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军队出埃及了，耶和华的军队不是以色列人在那边当奴隶出埃及了，是耶和华的军队啊。所以以耶和华为元帅的时候，他们去攻耶利哥城，就把耶利哥城攻下了。攻下以后，当然他们非常高兴啊。接着要攻爱城，爱城其实在中部的地方啊，耶利哥城是在海平面下，爱城比较高一点啊。那个有一个隘口。有一个隘口，就是你要经过那个地方，再往南地去攻了啊，所以那个一定要攻下啊。攻下的时候，他们一去看的时候，看说人数不多了，所以他们派3000个人去攻。结果去攻的时候，结果他说没有，就没有听神的话啊。去攻的时候就这一次呢就被打败了，死了40几个。死了以后，圣经有一句话描写，他说怎样？他说他们的心都融化了。他讲消化消化如水了。台语讲啦，讲因拢送大了，软架亲像水啦，好像每一个人的心都垮了嘛啊，所以就耶稣亚就求神看看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结果是因为亚干这一个人偷了东西了。他们去攻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看到那些金子拿了半公斤了，银子拿了2公斤了啊，还有一件那个巴比伦的衣服，说很漂亮，他把它藏起来，就埋在他的床的底下，银子埋在最下面，结果就埋在那边，所以神就把它指出来以后，后来就把那些东西拿来以后把它烧掉了，亚干呢，他跟他的家人就被
带到那个亚述哥谷那个地方，被用石头砸死了。这个地方当然很多人讲说，怎么会那么残忍呢？哈，那么残忍怎么会这样？啊，其实那个圣经《生命记》里面跟利未记都有记载哦。那一些哈，就是说神交代你要献祭的东西，假如说你把它偷拿去啊，例如说脂油啦，哦，脂油那一些你把它拿去吃了以后，他说怎么办呢？说这民要从民中把这个人剪除了，就是用爱给他除掉了，这么严重啊！啊，所以有没有人这样？有啊，有人这样好啊，所以亚干也这样。后来再去攻的时候，再去攻这个爱城的时候，就有些人就当伏兵，有些人当那个去那边引诱他们，以为他们应该还会打赢啊，所以爱城的人就把城门打开啊，全部去追啊。啊，结果他们一进去，伏兵一进去就把那爱城烧掉了啊，就攻下爱城。攻下爱城以后，接着我们知道看到就畸变这一个地方的人呢，来骗耶稣亚。他说哦，因为看到那个在亚摩利这一边啊，在河东的约旦河东的时候，亚摩利那个西宏哦，跟那个噩这两个王啊，这两个王被他们打败了。那个其实蛮大的一个地方啊。蛮大的一个地方哦，被打败了，所以他们非常害怕，所以就畸变人就来假装说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又跟人立约，后来立约，他们神说他没有求问神了，结果跟他们立约啊，这些畸变人就成为什么？成为以后在圣殿里面在砍柴挑水的人，在圣殿里面啊，在圣殿里面帮忙砍柴跟挑水这些人啊，后来因为畸变。这些人跟以色列人结盟啊，所以南方那些王哦，看不得了了，什么即便是一个大城啊，即便跟耶利哥城差不多了，啊，结果他们说跟以色列结盟啊，会不会来攻打我们？所以那一些人就先来攻打他们，哦，攻打他们的时候，那人数很多了，人数很多的时候，当然就很害怕，所以耶稣就祷告啊，他祷告什么？祷告说日头要停住了，月亮要止住了。所以后来日头就停在畸变的地方，月亮在止住在雅尔伦谷那个地方，哦，就在那个停住了。后来他们就把那些打败了以后，就把整个南地哈，以色列那个南地啊，一直快要到埃及的小河那个地方都把它占领了。占领了那个地方，后来分给谁？分给犹大这个支派了。哦，这个是今天啊，当然一个很重要。刚刚蔡长有在讲说祷告哦，其实没有错啦，那个祷告非常重要。耶稣的祷告让他们可以占领了。所以礼拜五在我们在那边查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台湾现在也一样，在国外的人就讲说台湾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共要打我们了。那你要靠什么？你要靠美国，或者说靠跟中国谈判，或者怎么样？不是的，你靠的是靠神了。耶稣亚记特别那个以赛亚书特别记载，当巴比伦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埃及也来攻打。所以有一派人说要靠巴比伦，有一派人说要靠埃及，结果靠西西家说要靠巴比伦，跟巴比伦使者讲，巴比伦来看了以后，结果把圣殿所有的金子那边银器全部抢光了。啊，有些人说要靠埃及，埃及来也一样，埃及西底家说要靠埃及。靠埃及的时候，那个巴比伦又来打他，把西底家抓到巴比伦去，所以都不是啦。所以以赛亚书一直讲说靠谁呢？靠我们的神呐、啊，唯有靠神呐、啊。你靠这个也不行，靠那个也不行。啊，当然你自己要准备嘛，哈，你自己要准备。所以以色列到现在就变成这样，他四面都是他的敌人，他也是这样准备，靠耶和华神。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礼拜所读的哈，这5章啊。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征战的时候靠的就是神了，所以很重要就是刚强壮胆，神跟你同在。所以我们在读耶稣记的时候，他说怎么样？他说神说：“我以前怎么样跟摩西同在，现在也一样跟你同在了。你脚掌所踏之地啊，就会成为你的国土了。”这是神所应许的，所以他应许的时候，我们知道就会达成了。啊，唯有神应许才会达成。神。所以他后来就在哪里呢？在那个事件那个地方哦，就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摩西吩咐说：你们一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一定要再把神的那些诫命律例再先讲一次，
所以他一进去攻到那个爱城，一攻完以后，进到那个事件那个附近，就上基利新山，6个支派站在那里宣布祝福，6个支派呢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所以你如果按照这样行的时候，神就祝福你们了。所以居上不居下，做首不做尾，哦，你就做头了，别去做老尾啊那样。啊，你如果不遵守这一些呢，神说怎么样？我就把你抛在万国之中，让你都回不了家。后来真的以色列呢，遵守神的道的时候，他就居首不居尾；如果他不遵守的时候，他就会抛在万国之中。抛了多少年？抛了2000多年，到1946年才复国。复国以后，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人他们非常强盛，而且非常有钱呐，非常有钱。哦，所以有一句话说。讲说那个全世界的钱大概一半都在那个美国人他们手中那些美国人的钱都在犹太人手中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地上的，但是耶稣来讲说怎么样？除了地上以外，还有天上的。你赚到全世界，送去你的生命有什么路用？你赚到全世界，丧失了你的生命，有什么用途了？有什么用处了？所以这是耶稣来了，又更进一步了比那个旧约所应许的更大，是天上的福气了这是我今天跟各位报告的，谢谢。然后叶长老，那个不是有那个天还？我们刚好43年了嘛43年的那个我们那个购堂购堂我讲一下，购堂大概现在差不多，今年大概可以把它全部都那个购堂的那些钱全部还光了。还光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抄那个圣经了就是全部的人把那个圣经分一段一段这样来抄了这个我把它讲一下这一个是抄的时候它是怎么样？我们是用那个新标点和合本新标点的，因为我们平常那个圣经教会那个圣经它是很多没有分段的新标点它有分段。他说你看要创世纪我们一开始它有一个主题上帝的创造然后第1章就是我好像在写作文一样，我们就空2格嘛。那个标题上帝的创造，我们就写在最上面。接着第1章空2格，第1节这样一直写我们再看下一章。就接着，因为那个是 PPT 没办法，所以它24个这样一直下来。到那个第1节到第2节那个水面上那个完了以后，它有分段新标点有分段。你如果不知道它怎么分段你看新标点上网去那个 PDF 档都有。如果不知道的时候，你也可以参照台语的圣经，台语的圣经都有分段，就是按照这个分段。但是你不要把它抄成台语台语的圣经不要抄成台语，它就按照这样第3节那个分段的地方，第3节我们就又在那个第3个空格那个地方而且有分段。到第6节，第3、第4、第5一段，到第6节又一段第6节又一段，我们可以这样这个是。平常那些除了箴言跟诗篇以外，箴言跟诗篇我们就不要这样抄了箴言跟诗篇它是诗嘛，那个为什么要这样抄那个其实有很多，例如说出埃及记它有一些是摩西的诗歌，它是诗你说按照那个和本那一本它不是，它全部都给它写在一起，你不知道它是诗就有很多是诗像雅比斯的祷告那也是一个诗那个地方你就要按照像诗篇这样写。诗篇它就第1节这样写下来到再来接着是第2节。你看那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再往下一章道路你不要再写下去，因为写下去的时候，再接下去的时候还是要跳行嘛，还是要跳行，所以我们就接到第2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再来它有分段第2节，在第2节、第3节。诗篇我们就按照这样写跟箴言就按照这样，每一节这样写每一节。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私下问我也可以私下可以问我那个是诗篇跟箴言是这样写的，诗篇跟箴言那个征服那个标题征服台语也是用这个的新标点也是用这个，所以新标点其实有很多那个标题跟台语都差不多跟差不多这个是和本的不是新翻译和本的如果有什么问题再来问我那个后面我们有准备那个纸嘛，我去买的那个纸，那个固定你不要随便拿一张来抄了那固定的还有笔，我们用黑色的笔笔也有买再来还有立可白嘛，立可白都有，我都有准备了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你还有那个 L 夹啦，啊，你有些人写的他比较张数，例如说只有5张嘛，5张你就用 L 夹给他装着，才不会到时候来哦，说弄乱糟糟了，哦，都折到了就不好了。好，谢谢。那我们今天要来闭会，在闭会之前，我们请我们的诗班来唱祝福的歌。我们请诗班面对我们所有的会友，那我们会友来承接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要替你祈祷，予你充满喜心平安。上帝真正听你到永远，伊亲求帮赞你到完全。我要替你祈禱，大時刻替你來祈禱。願上帝祝福你，你的喜樂佇你心內。我要替你祈禱，予你充滿心心平安。上帝真正聽你到永遠，伊親求幫讚你到完全。我要替你祈禱，大時刻替你來祈禱。願上帝祝福你，願主祝福你。願主的恩典祝福伫滿滿伫咱嘅身上，咱正起立來到平安里。然后今天漏报了一个东西，我们今天教会有个新的会友，是我们艺文的小女儿。我们艺文在哪里？哦，在这后面，跟我们小会友也可以打个招呼哈。啊。